大家好啊！嚟緊7月1號星期二就跑沙田賽事嘅。咁呢次我講第8場賽事啦，呢場就4班跑1600米嘅。未訂閱我朋友訂閱翻我啦，撳一撳個訂閱掣，撳埋鐘仔啦，有新片會通知翻你嘅。大家撳鐘仔嘅時候記住揀全部通知啦，訂閱係完全免費唔使錢嘅。咁另外最緊要幫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咁呢場就14隻馬出足嘅，逐隻馬講講先。1號馬紅衣醒目啊！紅衣醒目呢隻馬其實今季咧就即係跑4場賽事咧贏過一場嘅，嗰場就4班田草1400米嚟嘅。4場賽事都係田泰安跑喎呢隻馬，呢次就換咗人喎，換咗艾少禮啊。可能因為最近2場跑得麻麻地啦，一場跑第6，一場跑第5，所以換下人試下啦。呢次佢即係初次真程跑1600米嘅，未跑過嘅。睇翻血統長力冇問題，副係滿樂時都贏到2000米啊！呢隻紅衣醒目，應該1600米係應付到嘅。邊線分子啦，加咗個羊毛面箍俾佢。2號馬爆笑啊！爆笑呢隻就即係跑開谷草噶啦。今季亦都係頭馬嗰場，亦都係4班谷草1650米嗰個攞到嘅。田草呢個路程又係未跑過呢隻爆笑，佢就即係跑法主動啦，可以擺前面放就得嘅呢隻爆笑。13檔睇下佢會唔會即係拱去前面放啊？呢隻又係即係邊線馬嚟嘅呢隻又。3號馬大數據大數據今季跑得少喎，跑2場啫喎呢隻大數據。上季咧就3場頭馬2場就4班田草1400米，另外有場就4班田草1600嘅喎。今季係跑2場，一場3班，一場最近一場就落咗4班，跑咗人4班田草1400米冇飛喎，22倍黃志雲跑第7啦，輸3個幾馬位。睇下呢次真程跑1600米，睇下會唔會即係好翻多少啦？不過呢隻就邊線4重彩可以拖埋嘅。4號馬專登啊！呢隻係田泰安騎喎，專登4-0嘅喎。佢場場都大冷門嚟嘅，上場都落咗4班嘅叫做，亦都係冇飛嘅150幾倍，叫我跑第7啦，輸3個幾馬位。呢次就即係初次跑田草1600米，12檔啊，亦都係偏向繼續觀望啊呢隻專登。5號馬威武年代啊！威武年代上場潘頓騎開喎，上場4班田草1400米潘頓騎輸4個幾馬位，呢次就即係真程跑1600米，換咗阿董明朗，當然係偏向觀望啦，潘頓棄騎就。6號馬加州陽光，初出嗰場4班田草1400米咧，即係叫做跑第4嘅，輸4個幾馬位。最近一場就田草1600米大敗7個幾馬位喎，呢隻加州陽光。呢次再跑同程，當然觀望啦。7號馬飛躍成就啊！飛躍成就跑6場就2個第3喎，呢隻飛躍成就。一場就4班田草1200米，一場係4班田草1400。呢次初跑田草1600米又係未跑過啊！最近幾場都係報文嘅，最近3場都係報文嘅。報文停賽啦，呢次就潘明輝騎上去喎。亦都係頂籠4重彩拖鞋啊！呢啲又係。8號馬神驅馬靈啊！上場就4班谷草1650米4.2倍跑第6嘅啫，輸6個馬位。呢隻馬咧，其實今季嗰場頭馬咧就正喺田草1600米嗰度攞到，但係嗰場就5班嚟嘅。但係呢隻馬4班夠跑嘅，其實睇下佢11檔點樣處理嘅啫。9號馬和道威啊！和道威呢隻跑3場嘅，呢次初次跑1600可以睺睺喎，我覺得呢隻和道威。10號馬超眼光啊！超眼光今季贏一場泥地嘅，呢個路程咧又係未跑過呢隻超眼光，配咗何明年，我偏向觀望呢隻。11號馬開心宇宙啊！
嗱，開心宇宙呢隻就未開齋嘅，呢個路程試過入 Q 嘅，我覺得佢呢次就好大機會呢隻開心宇宙。嗱，12號馬銳意啊，嗱銳意就4-0啦，場場大冷門都即係未近過呢啲啊，當然就要繼續等等。13號馬精算特殊，嗱今季贏一場5班田草1400嘅，咁佢前一場咧4班田草1600都講緊係入緊 Q 喎，呢隻精算特殊，咁都唔可以睇小佢喎，但係就14檔啦，又係要睇佢點樣攞位啊呢隻，我偏向4重彩拖呢隻又。嗱14號馬彭越，嗱彭越又係未開齋嘅，但係最近2場都上名喎，呢隻又係要 hold 住嘅呢隻彭越。嗱呢場咧最後我決定馬膽就揀咗11號馬呢隻開心宇宙啊。嗱開心宇宙咁啊跑11場，咁佢係2個第2就仲未開齋嘅呢隻開心宇宙，咁啊其中有一場就4班田草1400米啦。咁啊，另外有場就604場次嗰場咧，就正係4班田草1600米嚟嘅。咁啊，班德禮騎啦，嗱咁嗰場咧就即係叫做輸1個馬位俾嗰隻光明傳承。咁啊，嗱咁嗰場都係有啲英俊飛驅啊、火焰閃爍啊、風神啊嗰啲喺度喎。其實嗰組都強喎，我覺得。咁啊，大家其實睇翻佢做嗰個時間咧，1分33秒44喎。咁啊，其實大家留意翻呢一組咧，1分33秒44係全組係最快時間嘅。咁啊，呢隻開心宇宙其實都唔可以睇少。嗱，咁啊，最近一場4班田草1600米咧，佢又排咗14檔喎。呢隻開心宇宙。咁啊，大部分途程即係幾乎差唔多全程都外列冇遮擋㗎呢隻開心宇宙。但係最後咧，佢影相就即係叫做跑下第4啦。嗱，咁佢影相輸俾嗰隻彭越啊，正係同場14號馬彭越，咁啊影相輸咗，佢又跑第4，但係佢個位咧就即係真係望空，大部分途程冇遮擋嘅，即係咁嘅情況下都叫跑第4，其實都即係算唔錯，我覺得。嗱呢次再跑同程咧，排咗個2檔係即係好好跑啊！呢隻開心宇宙，咁我覺得呢次呢一組對手唔強嘅情況下咧。呢隻開心宇宙，我覺得佢係有機會開齋嘅，馬膽啊解佢先啦。嗱咁佢有2隻腳俾大家，咁啊首先第一隻我揀隻9號馬呢隻和道威啊。嗱和道威咁啊父係花旗啦，咁啊贏馬路程就1100到1600米，咁佢母系嗰邊咧贏馬路程就1300到1800米，即係點計咧1600米都啱數啊！呢隻和道威。嗱香港咧就跑3次，咁啊初出嗰場咧就其實配咗潘頓嘅。咁啊4班谷草1200米咧叫做跑近啦，跑第6輸2個幾馬位。嗱最近2場咧就轉咗去跑4班田草1400米，咁啊布文騎嘅，咁都唔係輸好遠嘅，一場輸4個幾馬位，另外一場就即係輸3個幾馬位。咁啊尤其是最後一場咧，咁佢咧就即係出閘慢咗啊，又失地啊咁樣嘅。咁啊其實即係咁嘅情況下輸3個幾馬位都唔算話太差嘅啫。嗱呢次啊真情跑1600米，咁啊潘頓騎上去。黃金一檔喎，咁啊呢隻和道威即係都係要拖喎。第一隻腳我拖翻去先。嗱第二隻腳就拖翻嗰隻彭越啦，咁啊14號馬呢隻彭越。嗱咁啊彭越就跑12場就1亞2季，咁佢亦都係未開齋嘅，同一個開心宇宙咁都係未開齋呢隻。嗱今季前一場咧，佢話即係叫做第一次真情跑1600米喎。咁啊田泰安騎嗰場就即係叫做跑第3啦，輸俾平海之星，輸4個幾馬位。嗱最近一場4班同程咧，咁啊大家留意翻，其實直路組段咧400米到300米嗰度咧就難以望空嘅，但係最後咧咁佢都即係叫跑第3喎，輸個馬頸位喎，輸俾英俊飛驅喎，跑第2名，火焰閃爍喎，即係都犀利喎呢隻彭越。嗱咁呢次啊再跑同程就換咗人嘅，咁啊換咗梁家俊排5檔，我覺得呢隻彭越亦都係有啲機會嘅，因為始終呢個路程咧其實都叫未甩過啊，跑2次，咁啊都係要拖埋佢嘅。嗱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咁大家記得幫下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